咁靚嘅大環廳，你想唔想擁有？南向單邊大露台，主人房南北對流，成日聽啲香港街坊話，想要高上率嘅4對宅，又要價錢平。今日咧帶大家睇呢個99平可以做到4房嘅單位。嗱，而家入到嚟咧就可以望到我哋嘅玄關位，跟住我鏡頭咧呢邊咧就係半贈送嘅一個空間嚟嘅，可以直接望翻我哋嘅花園。跟住呢一邊咧就係全贈送嘅一間房俾你啊！無論係做雜物房啊、BB 房啊，定係長輩房啊，都 OK 噶。嗱，再睇翻嚟呢邊啦，而家咧就睇翻我哋嘅緊廚嘅位置。嗱，呢邊咧非常之有驚喜嘅，送埋一個露台俾你噶，擺啲洗衣機啊同埋生活雜物啊都完全冇問題。嗱，我哋睇翻呢個超級闊落嘅大環廳設計啊！你諗唔諗到呢個只係99平嘅單位啊？呢套單位喺主城區，單價僅需7字頭，使用率超100%。如果對呢套單位有興趣，評論區留言，我 send 資料俾你。